来信问答。猫之鸣在2012年就宣布动画化了，但2021年第1季才开播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关于这个问题吧，首先猫之鸣10年前宣布动画化是怎么回事呢？猫之鸣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10年前宣布动画化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就让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吧。猫之鸣10年前宣布动画化，其实就是10年前宣布动画化了。那么猫之鸣为什么会10年前宣布动画化？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是怎么回事。大家可能会感到惊讶，猫之鸣怎么会10年前宣布动画化呢？但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也感到非常惊讶。那么这就是关于猫之鸣10年前宣布动画化的事情了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呢？看了今天的内容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一起讨论哟。而且呢，你看，2012和2021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好的，下一封来信，请问普洱既然是色盲，那他平时都是怎么给自己选衣服的呢？好问题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请看 VCR。今天的外袍是什么颜色？公子，今天是藏青色。不错。哟，今天的外袍是什么颜色？公子，今天是带紫色。很好。还有，今天又是什么颜色？公子，今天是竹青色。君子如竹，很适合。今儿天气好，就选白色吧。公子今天也充满了气概呢，真是太好了。就是这样。好的，下一封来信。民族人的身高是算到头顶，还是算到耳朵呀？问题继续，那茉莉的身高是算到呆毛吗？怎么不算呢？可以了，喂，差不多得了，不要太夸张啊，快住手啊，呆毛没有